瞧，慢慢的看，有位小姐在面前，鼻子高来眼睛大，两道眉毛往上弯，嘴抹唇膏要喷火，10个指甲涂扣单，新做的旗袍实新样，曲线玲珑够美观，金鸡心挂胸前，里面装着小照片，里面的照片就是我呀，我的照片在里边。想，你别想，里面的照片不是你，别人的照片在里边。小姐，你吹牛，我看小姐您真面善，就是一时想不起，是好像在哪儿见过面。咦，我不认识你呀。哎呀，对，小姐是同学嘛，不但是同学，而且还是同班呢。